屬虎嘅朋友，恭喜晒2026丙午年對你哋嚟講係大豐收之年，因為虎同今年嘅太歲馬係三合關係，呢個代表你整年嘅氣場都非常順遂，無論係事業升職、創業開拓，定係感情開花結果，呢一年都有極強嘅推動力。不過火氣太旺，容易俾你哋變得急躁，想知道點樣贏到尾，一定要睇埋落去。正月運勢強勁開局，能量爆棚，好多新計劃同時啟動。注意，雖然係本命月，但要防止開頭太猛，後勁不足，建議分階段執行目標。2月桃花人緣月，人際關係和諧，單身者有機會喺社交場合遇到志同道合嘅對象，建議適合多參加聚會，擴展人脈圈。3月奔波勞碌，會有出差或頻繁外出嘅機會，屬於勞而有功。注意留意體力消耗，唔好做工作狂。4月注意月份，刑亥月，雖然全年大好，但呢一個月易有小摩擦，同同事溝通容易產生誤會，化解說話留3分，唔好太過直腸直肚。5月三合太歲月，全年最高峰，運勢如日中天，事業有突破性進展，或者會有重要嘅合約達成。亮點，呢個係你展現領導力嘅最佳時刻，大膽推行你嘅想法啦。6月財運穩健，投資眼光精準，之前嘅努力開始轉化為實質嘅金錢回報。7月驛馬衝月，變動較多，可能會有突如其來嘅旅行或搬遷，注意出入交通要留神。開車嘅朋友切忌心平氣和。8月權力提升，職場地位鞏固，有機會接手更重要嘅項目。9月三合匯聚月，同5月一樣，係另一個高峰，適合舉辦慶祝活動、結婚或者買樓。10月六合月，有長輩或者上司暗中幫你解決難題，事半功倍。11月水火相擊，稍有阻滯，心情容易無故煩躁，或者會遇到一啲小嘅口是是非，化解適合去泳池游水或接觸大自然，平衡體內火氣。12月平穩收尾，建議總結一年嘅成功經驗，並獎勵自己，為下一年儲備能量。雖然運勢好，但係為咗更穩健，可以佩戴馬或狗形狀嘅飾物，湊齊人午戌三合局，讓貴人力量加倍。雖然屬火，但虎屬木，綠色清晰能生火，俾你嘅事業火上加火。但如果覺得自己太過衝動，則可用藍色嚟平衡。屬虎人2026年嘅關鍵詞係謙遜，運勢太旺時容易招人妒忌，學會換星發大財，你嘅福氣會更持久。屬虎嘅朋友，2026係你哋嘅表演舞台，只要控制好脾氣，前途無量。下一集我哋會講生肖屬兔嘅朋友，2026年屬兔嘅朋友進入破太歲，點樣防止臨門一腳出意外？記得點讚同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按埋隔籬嘅鐘仔，第一時間收睇。